有一种强力吸招，叫做白气球，会当组合变做无共款的造型。不过，因为这白气球细细粒啊，伫国内国外拢有真侪件互囡仔吞落去案例，严重者会引起胃肠破空，甚至死亡。即马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嘛发出重要警告，要求家长要爱注意。真强的吸力会用随意变换形状做组合，这是囡仔真爱的吸珠，伫台湾也叫做白气球。即款的吸珠虽然真细粒，不过伊的吸力真强，若是无细粒，食落去了后效果真严重。就是说，其中一颗已经掉到小肠，另外一颗在胃，因为磁力太强的关系，那会让你的胃跟肠有一个很大的附着的压力，那久了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穿孔，肚子里可能会形成腹膜炎，严重的感染败血症，那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算我们想做胃镜去把它拿出来，可能也会因为磁力太强，没有办法达到目标。意思讲，过去台湾有侪层因为无细粒，甲吸珠食落去送病院的案例，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发出重要警告，要求家长爱多多注意，因为对2017年到2020年中间，因为甲强力的吸珠食落去造成死亡的案件总共7件，其中2例发生伫美国以外，另外有2400人因此紧急送病院。就美国已向电商主动调回强力吸珠的这7头米，因为台湾早就规范了。大保处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跟经济部做一些协调哈，所以目前在经济部的标准检验局已经把巴克球列为阴湿检验的玩具商品。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讲，把气球吸珠列做应该实行检验的商品了后，除了商品顶面爱有应该实行检验标章，也有应该标示的警句内容以外，标检局每年也加入加做一寡宣导甲必要的查核，也对网络所卖来加强搜查，避免民众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